最近，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拢提出重启服务的议题。早起有教师、目镜业者、甲餐饮业者等6大产业的代表去立法院庭前抗议，因呼吁讲千万就唔通为着政治影响到台湾400万就业人口的生活。服贸通过，生活难做。选举议题敢要重新启动两岸服务协议的谈判，最近是愈来愈多业者出来抗议。拜四早起，阁有6大业者的代表提陈情书，徛伫立法院外口表达反对。因伫陈情书内底表示，台湾算袂赢中国，若是开放服务，台湾的业者恐惊是无法度甲中国对抗。我们这些业者将会造成了一个恶性竞争，而且大陆的资金，政府他应该会帮助他的业者，就是以商逼政的一个做法。目前国内租轿车的业者大约是1700多间，游览车业者有800多间。若是中国的观光旅游业会当来台湾做生意，因惊会影响到本地的业者，市场嘛可能互中国借去。包括游览车，包括购物站，还有包括饭店。很多都是这个一条龙模式来做经营，反而业者受惠的部分不多。我觉得不要因为选举而仓促的来开放这个服贸，而是应该要跟业者开一个座谈会，或是大家来沟通，或是说未来如何来保障这些业者的一些生计。这场阵前，敢若民进党派出3个立委到现场表达支持，国民党参民众党拢无人到位。也若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甲侯友宜提出重新启动两岸服务协议的议题，不过针对最近这几摆的阵前，因是拢要被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